板，你这可以拿到这里的吗？唔知。拐动2动物架。来啦。你想谁？你刚才给我吗？你知晓，大哥你知晓？我才看出来。哦。自动要高，同安街。那你干嘛拿人家那个？来，铁窗。哦，那干嘛？你上去了，你上去了。我证件忘记放到哪里了？找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可不可以不要进来我房间？不要进来。对啊，就事论事好不好？就事论事，我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不能叫法论法了。你跟我讲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我问你这个是什么啊？嫌犯利用深夜窃取民宅铁门，警方依规定受理报案，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，锁定黄姓男子涉嫌重大，经前往其住处查缉，当场查获起获赃物，依法移送侦办。事后员警借来小货车，将铁门送回被害人家中，使其免于奔波。